歡迎各位網友又嚟到啡圖娛樂，亦係我溫溫同大家講下娛樂嘅時候啦。嗱，咁啊話說咧，中年好聲音4咧就大受歡迎啦，好多網民都有追睇啦。而我哋啡圖娛樂咧呢幾日咧都同大家介紹咗幾位真正好唱得嘅唱家班人馬。嗱，佢哋包括有彭子嘉啦、吳奕偉啦，同埋菲律賓好爸爸科亞高巴。佢哋嘅唱功都係超一流噶，聽到大家咧可以話係聽出耳油啊！咁但係喺除咗呢個唱歌之外，有冇人係顏值擔當呢？嗱，今日就介紹一個俾大家啦。佢咧就係叫做陶子津啊！咁咧個樣咧仲好似張柏芝添噶。嗱，現時36歲嘅陶子津咧，曾被封為係舞界嘅張柏芝嘅。嗱，其實佢咧喺娛樂圈咧都有一段日子㗎啦。2014年啊，佢以跳唱女子組合 Hunter C 出道。嗱，咁隊員方面咧，佢嘅隊友包括大家都認識嘅咧，嗱就係有陳瑞瑞啦、鄧穎雪啦同何麗娟嘅。咁啊，直至疫情期間啦，咁啊佢見發展麻麻地啦，喺呢幾年，咁咧所以咧就轉行啊，從事咗廣告策劃。咁但係咧，佢亦都時不時咧會推出一啲短片咧係娛樂大家嘅，咁咧都係話叫做保持住一個係同娛樂圈嘅一個關係啦，同時間咧亦都最緊要咧係滿足到自己嘅表演欲嘅。嗱，咁啊最近咧陶子津咧就不甘寂寞啦，咁咧佢就參加咗中年好聲音4嘅。嗱，咁而喺最近嘅一集裏邊咧，佢就係喺佢香港賽區啦，就出場唱歌。佢咧就揀咗許靜美嘅《明知故犯》嚟唱嘅，咁咧但係咧就俾一班評判咧批評佢揀錯歌，佢唔應該揀呢首《明知故犯》嘅，而係應該揀自己強項嘅跳唱歌曲先至啱。咁啊，可能咧就係嗰啲評判咧覺得佢嘅唱歌唱得麻麻地啦呢次，咁咧最終咧就只係得到3晚燈嘅啫。嗱，咁曾經係贏得過2013年國際旅遊小姐競選亞軍嘅陶子津呢，咁咧喺中4一班成員裏邊呢，絕對咧就係屬於顏值擔當噶啦。嗱，咁除咗我哋之前話佢貌似呢個張柏芝之外呢，最重要陶子津嘅身材呢，亦都係非常之惹火嘅。佢喺2015年呢，曾經推出過個人寫真集。裏邊咧有唔少嘅性感唱片、性感相啦，咁啊絕對係噴血之作嚟嘅。咁大家有時間咧上網揾揾啦，真係幾好嘅。